巴西驻台代表话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友邦巴老的总统表示，中国要要求放弃甲台湾外交。日本一个11岁的查甫囡仔失踪21天，警方找到遗体来破巴黎清身份甲死因。拍皮克球长时行，美国上新的研究，目睭蛇着伤案例增加18倍。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巴西驻台代表话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引起议论。中国施压唔那即前，但友邦巴老的总统表示讲，中国要要求巴老放弃甲台湾外交。巴西代表说，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抗议之后获得回应吗？我们也会做必要的一些抗议，甚至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事例来告诉全世界，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回应巴西驻台代表桑路易受访时指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行政院长杜成泰表达抗议，也重申咱的主权。中国一直咧树后脚，咱太平友邦帛琉总统惠淑仁接受发行车专访时透露，中国要直接要求帛琉放弃对台湾的外交承认。China, of course, has been very outspoken in saying we need to denounce Taiwan. They've made that very clear when they've had opportunity to meet us and want us to change our position on issues. And we've made our position very clear. Well, we have no enemies, but nobody tells us who our friends are. 惠淑仁强调，帛琉应自主产业友邦，支持台湾的人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咱外交部也表示，两国邦谊稳固友好，为1999年建交到即马，伫动企业、医疗卫生、观光发展、加海事安全等拢密切合作。台博的邦谊是基于价值理念，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各种手段胁迫我们的友邦转向，并且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外交部对于中国的相关行径表达严正的谴责。咱邦交国深受机会国家一个，因为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我希望甲台湾复交，各界关心目前两国之间是不是已经进行相关协商。阿斯夫拉总统他的竞选政见就是要跟台湾恢复邦交，那我们也相信他的这个步骤大概是很谨慎，呼吁他们的政府正视农民的期盼，还有中小企业，他要是一个负责任总统，他都会看到。外交部指出，洪都拉斯甲中国建交了后，贸易红字一直扩大，尤其被黑乡式产业受真大冲击。相信阿斯夫拉拢真了解，咱会继续保持甲洪都拉斯的接触。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进前一个记者兼主播林新友，今年初涉嫌做间谍，被起诉。检方扩大追查，发现三军海巡拢有官兵去互中国渗透。检方依照国安法甲杀灭罪起诉10个人。今年1月，前中天新闻记者兼主播林清友涉犯国安法受压禁见，延下到即马，检方扩大追查，发现咱陆海空三军甲海巡署拢属官兵，疑似互境外势力渗透，将9个涉案官兵甲一个姓陈查甫人以涉犯国安法顶罪起诉，这是国内第一件符合国民法官庭审理的强盗案。检察官建请法院中当量刑。行贿任职于陆海空军及海巡署之被告，约定以提供军事机密换取报酬，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成员，借此收取对价。检方查出，境外势力为2024年9月开始，透过网络甲姓陈的查甫人直接提供免费海外旅游，诱骗姓陈查甫人提供口资，后小定期付3000块报酬，利用这账户来讹洗转钱。收钱的人由无人旗下等情绪单位，其中陆军宪航中枢宪林少校收钱上济，各官兵拢这部问题有人已经退伍。军营里面照个什么样的相，或者在军中所接触到的什么样的资讯，算机密，长期在和平状况之下，那所以这种警员性才会造成说有些大兵哥或军人呢，觉得把某些照片交给对岸也没什么，有这种心态。查证认为，国军被利用，可能是军中对机密保护的警觉心上过低，要军事专家提醒，尤其国军新成立的单位，可能是重点目标。海马式多管火箭，还有像 M1A2T 这些新采购武器的单位，都要特别留意，因为这都是被重点来进行渗透的单位。
本次专家指出，渗透手法分作利诱、色诱，甲利用通报网络、人媒等3种。不管是毋是正式，若拄到想要打探国军资讯的情形，拢会随时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要坐无人机停驶会当旅行时间，松山机场宣布讲要启用智慧系统，旅客用护照报到了后，一直到甲上无人机，唔免验证件、扫面就 OK。准备进入关节区边境港查验，直接扫面就用通过，真侪旅客也袂管事，手头也是摕登记证甲护照。台北松山机场会用机器自助报到，对由镜片生成身份辨识，所以无论是通关进入贵宾室，伫海关查验了后，登机口也免过检查证件，直接扫面就飞机。就不用看护照，直接刷脸啊！现在就是方便，不然光排队的时间就是会 delay 到事情，省很多时间啊，就不用等排了一群的人。松山机场为2023年6月度启动这计划，到2025年就将建立，经过2年多，有旅客反映真侪国家早就用扫面。民航局表示，因为过去通关设备由航空公司建立，一旦具有到期，佮加上整合航空公司地勤，航警需求牵涉单位也较侪。航空公司建设系统也有合约的一个期限，所以我们是配合合约到期，我们再来办理，也要参考国际上的经验，所以另外也是一个招商工作，所以我们也是花了点时间。有这福保永新机场70%了，新系统3月上线试办，到即马，敢若5%客受伤进行等因素，有扫面无过情形，因为若是透过航空公司 App 线顶报道，也无法度生成原 ID 来扫面，要到机场过注册，因为系统进行互网友自己一本翻译，用语无适当。第一时间已经完成改善。目前松山机场是全台第一示范国际机场，未来会观察运作成效，评估推广到全台其他国际机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谈判讲无成，美国总统川普遂宣布禁止任何专家出入伊朗的港口。不过，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是拒绝参与行动。美国甲伊朗伫伊斯兰马巴德的谈判并无共识。美国总统 Trump 遂宣布，美军伫台湾时间8日暗时10点对荷姆兹海峡展开军事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会拿查所有出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尤其是针对甲伊朗纳非法过路费的船。Trump 强调，这项行动是为着反击伊朗对全球能源命脉的控制。We can't let a country blackmail or extort the world, because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really blackmailing the worl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面对美军的封锁，伊朗官方威胁会针对波斯湾邻国的港口进行报复。德黑兰街仔头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数千人用国旗画出反美国的口号。有民众回顾过去40多天的战争，认为 Trump 真侪届画要崩人的电厂也是基础设备，也毋过落尾拢无影，所以对这届的封锁令嘛感觉破破啊尔。اینکه مثلا میخواد بیاد خیلی از نیروگاه‌های ما رو بزنه، زیرساخت‌های ما رو بزنه، خیلی چیزای عجیب غریبی گفت میخواد بیاد جزیره ما رو بگیره، ولی هیچ کدوم از وعده‌هاش محقق نشد. اینم یه وعده مثل وعده‌های دیگه‌اش همش تو خالیه. 虽然美国态度强硬，也毋过盟友并无徛共阵。英国甲法国已经表示袂参与封锁行动，强调必须爱伫国际法的架构之下展开航道。联合国也提出警告，荷姆兹海峡断站已经严重影响到化学肥料的出口，也佫有全球粮食安全。也毋过因为原油的计数正意外，落到1桶100块美金以下，美国三大指数也有起，反映市场也是希望外交的谈判会当出现机会。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日本一个11岁的查甫囡仔失踪21天，即马哪想是找到人啊？警方伫咧山区离学校2公里远发现遗体，可能就是伊。综合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囡仔3月23号后就再去学校附近落车，准备参加毕业典礼。哪会知影讲，这个毕业典礼都结束啊，也是无看到人，赶紧调监视器。发现讲根本就无翕到伊离去到学校，赶紧来报警察。也警方是找真久哦，有找到卡网甲这个鞋啊。人无去到即马已经21天，警方伫咧4月13发现遗体，哪像就是这个囡仔刷了会甲破百来厘清身份甲死因。不过规个代志哦是真怪奇，警方是超共一个所在超几若摆哦是拢无进展。也想讲找到卡网，不过这个卡网呢是袂垃圾无，
不过这阵嘛，日本是有了和卖无谈，是毋是后来有人提这个卡棒倒转去这个所在？也这个后一再囡仔去学校，再甲人讲胖记，伊的工课都真特殊，会晓用细菌来分解动物的尸体，就引人怀疑。这个11岁的查甫囡仔到底是经历过什么？警方爱阁继续调查来厘清。罗马天主教高宗24世访问非洲行程隆重11天，第一站是先去到阿尔及利亚，遐是穆斯林占多数，也这是头一摆有天主教高宗来到位。天主教高宗24世当地时间13透早到阿尔及利亚，总统塔布纳亲身到机场迎接。在咧简单的欢迎仪式了后，高宗前往阿尔及利亚历史纪念碑，向独立战争的英雄致敬，强调天主是希望每一个国家拢有和平。总统塔布纳嘛学到24世在咧加沙还有伊朗的冲突当中有话直讲的立场，也拿高宗在咧出发进前去互美国总统 Trump 呛，互全球14亿的教徒强烈谴责。24世在咧阿尔及尔大亲政时无点名，不过继续批评强权国家的新实民主义，嘛呼吁全球的领导人继续关注非洲大陆。By respecting the dignity of everyone. And allowing yourselves to be moved by the pain of others, instead of multiply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licts, you can surely become protagonists of a new chapter in history. Today, this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in the face of continu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neo-colonial tendency. 梵蒂冈统计，全球5分之一天主教徒伫咧非洲生活。高宗这摆头一站选择阿尔及利亚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在地4800万的人口，大多数拢是穆斯林，天主教徒无够1万人。这嘛是在地头一摆接待天主教的高宗。And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visit Algeria because he wanted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Muslim world. 即马70岁24世，以教宗来讲是真少年，嘛真健康。这嘛是伊就任了后头一摆重要的国际访问。接落来会继续去卡麦隆、安哥拉、赤道几内亚等等中非国家，以及23转去梵蒂冈。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你讲有咧拍皮克球，这项运动最近真时行。皮克球是结合倒球、羽毛球甲网球的特色，因为讲这个规则真简单，真紧就学晓拍，是吸引济时代去拍皮克球。不过根据美国上新的研究，拍皮克球目睭转着伤的案例，这10天内是增加18倍。因为皮克球这个球场差不多是网球场的1/3，两个人做伙拍，相当的时阵，人伤过我都会弄到来摔倒。也是讲去互球杯扣到，也是讲即个球弹起来，若未负反应，去互球拍到即个目睭啊，拢有掉伤的风险。到目测伤即个视网膜剥离，也是讲目睭鳞受损，若无好势，恐惊拢会影响到视力。专家就建议视大甲反应较慢的人，若要拍皮球球，就要挂护目镜，有防护意识，才如何享受这项运动。美国德州斯普林7皮克球世界俱乐部的集会人联赛，集会人的选手是专心看球，在对的时机把球拍转去。皮克球是融合乒乓、羽毛球和网球的运动特色，使用比乒乓球拍搁较大的球拍，和比网球较大一寡，顶悬有空的塑胶球。因为规则简单，而且搁较好拍，这几年变作真侪集会人的运动首选。连少年人嘛真爱拍，但因为拍的人变多，运动伤害事件一直传出来，关键在欠防护意识。Prevalence has been upticking because more people are playing pickleball, and so when you have inexperienced people who are a little older, no eye protection, and complacency, these are the factors that combined to increase the injury rate. 安德鲁利的研究团队在2002年1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的研究，分析10年来全国伤害数据了，发现讲，在2021年到2023年，双皮克球这目睭受伤的案例对77例是增加到1470例，增加18倍。受伤的类型主要都是目睭上外层的感冒、口罩伤。The most common injuries are just on the surface injuries.
corneal abrasions, lid edema. These are the common ones. But there have been some significant injuries where the eye has damaged itself, including the inside of the eye, retinal detachments, 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ies. These are much more dangerous types of injuries. 霹擊球雖然較好拍，但是專家建議講球員嘛是要掛保護目睭的目鏡。大多數的霹擊球族群嘛認為講，加強宣導防護的概念，會當幫助減少運動傷害。 I used to play squash, and we always wore eye protection, so I understand it. And once the word gets out, I think it'll become common. 因為這霹擊球場的大細，干那網球場的1/3。做上大的時陣，因為球員的距離真近，較會啟動到網友反應的時間較短，仲要提醒社會人和反應較慢的族群，對較緊的球速愛提高警覺，愛有準則，才會當享受拍球的趣味。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喺啲英國有一個特殊的組織，叫做興盛健身房，是已經成立19年，有65大據點，會員超過26000人。因為哪運動、哪做志工、哪顧健康，也個貢獻社區。穿紅色運動衫的這類運動愛好者，伫咧路的慢跑，到所在了就開始協助社區花園除草、落肥。 2007年創辦的公益組織興盛健身房，一開始是創辦人葛姆里，伊伫合法運動慢跑的時陣，會順便體驗社區的一個老大人送報紙，尾仔伊就開始招一寡志工，哪走哪替社區做各種公益活動，組織就慢慢形成。因鼓勵參加的人，用走的、行的，或者是騎腳踏車去活動的地點，鬥相共一寡退休的老大人。 像替因搬動的物件，或者是修剪花草。If you ask someone, would you like to do a bit more exercise? They'd say yes. And generally, if you ask people, would you like to do a bit more to help your community? They'd say yes. And the barriers are generally we're really busy, and that it's hard to find those opportunities. And so, Good Gym, you can just sign up today and then have a go tonight. 那運動，個哪做選手，吸引真濟人來參加。成立19年的興盛健身房，地點遍佈喺英國的英格蘭65個所在，會員超過26000人，每禮拜攏有各自的行程。敢若喺倫敦每一個地點的會員，最近就鬥相共清理被搭喺菱形島的聖誕樹，去泰晤士河岸邊的糞掃種樹花，鬥相共是不分行整理人送來物資。 I go to the normal gym usually, and I do other sorts of exercise, but this is my mandatory once a week run with the Good Gym group, which is really fun. It forces me to get out, especially on a Monday night when it's cold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It forces me to get outside and do something active. 除了運動兼做善事，也佫互人想袂到的影響。根據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家克雷克爾對這個公益組織的調查顯示，有真濟少年人希望將手機啊藏來，做更加濟真實的社交活動。伊若甲運動甲志工活動相結合，也當明顯增加心理的健康，會當做善事，佮兼運動甲進行社交活動，亦佫會當替社區貢獻的各種優點，針對這個身故會員。 積極參加這種興盛活動的動力。公視新聞陳思東編輯。喺倫敦南部一個小鎮布里克斯頓，因為建築多元、收入較低、治安無好，紅領人工的時產且地區犯罪率真高。也曉有一個騎馬的俱樂部，免費來教弱勢囡仔馬術，來協助囡仔心理發展。 伫咧倫敦南方的布里克斯頓，有小牙買者的稱號，受到加勒比海文化影響，才有一間已經成立30檔的美術俱樂部，一禮拜大概有160個囡仔來這學習。俱樂部的目的是希望會當用美術來協助囡仔的心理發展。教會桑切斯伫咧上課進前，就先用沙條甲馬屎清清咧，伊甲足濟來這上課的囡仔共款。 以前攏唔捌看過馬，共款嘛是教會查爾斯講，伊足緊張的。I like that the horses are very kind. They don't really care. They're just so chill. Yeah, it's very fun. At the bit where they were gonna trot, I got scared a bit, but I was like, maybe I should just give it a try. Because if you try, maybe it will be better. So when I tried, it was actually great, and I had fun. 布里克斯頓離倫敦的市區敢若5公里遠，不過加足濟大樓的倫敦金融區，也個四界攏是精品的社區，完全無共款。伫咧英國的傳統，騎馬是互認為講是白人上層階級的興趣。30分鐘的課程，可能就要開50英鎊，大概是新台票2000多塊。不過這間慈善機構的騎馬課程是免錢的，而且來這囡仔有45%攏是少數的族裔。We're in Brixton.
It's a low-income area, so access to horse riding lessons isn't something that most people can do. It's a really, really nice gift to share. And I suppose, when you love something yourself, sharing it with others it's really rewarding. 这个教练有的是为囡仔就开始参与这项计划学生，所以俱乐部对伊来讲，就像第二个厝同款。伊讲，这个教育课程，互真侪弱势家庭，还有生活艰苦的囡仔有希望，互因会当暂时离开现实的生活。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